大家好，我係 Esther， 歡迎翻到嚟我嘅頻道啦。喺睇片之前咧，幫我做幾件事先，就係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啊，記住 subscribe 個搶先看啊。而家大家睇到我嘅背景咧，我已經係嚟到呢個深圳北站啦。今次去嘅地方咧係深州，希望我冇讀錯啦，屬於湖南嗰邊嘅。如果由深圳北搭高鐵過去嘅話咧，只需要1個鐘頭59分鐘至2個零鐘嘅時間，因為佢視乎停唔同嘅站啦嘅多與少啦，所以咧就會睇下佢係幾時去到嘅。咁而家咧時間係2點04分下午啊，咁我哋一陣間3點03分咧就會上車噶啦。咁而今日點解咧我會係咁晏先出發咧？冇錯，又係放工嘅時間啦。不過今個月嘅假期比較多，之前快閃之旅，例如去杭州嗰啲地方啊、虎門嗰啲咧，可能都係2日1夜，甚或至係3日2夜。咁所以今次咧係變相咗4日3夜，而呢次嘅旅程咧係2人行，同我表妹一齊去㗎。咁希望有呢個美好嘅回憶啦。同埋咧講個秘密俾大家聽，因為咧2等座實在太辛苦啦，尤其是我啱啱放工，所以變相咗咧，我今日會搭1等座噶，可以體驗啊！原來1等座你係有啲嘢食派嘅，啲普通嘅水同埋一個零食盒啊，魚皮花生、濕紙巾、山楂棒、黃金肉鬆餅、小紫薯。今日入住係呢個常怡酒店啊！一入到門口呢，就有個衣櫃啦，亦都有個全新嘅。咁啊，右手邊呢就2張床。咁我哋行前呢就睇下個景先，就係向住居民呢度就係廁所。咁啊，普通3星級酒店啊，我覺得還 OK 啦，100零蚊一晚嘅啫，上美團睇，但係佢都係有返啲裂痕啦，有獨立嘅沖涼房咁樣啦。啱啱咧就化完妝啦，嚟到呢個御后里啊。其實呢個木橋呢個位置咧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好多唔同嘅旅客喺呢度咧，喺度影緊相啊。而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御后里，小紅書咧通常都係講御后街啊。而家因為都係夜啦，咁我發現咧，原來呢個御后街啦，即係御后里咧，其實係真係越夜咧越旺啊！俾大家睇下9點52分嘅啦，咁樣咧都係我以為開始慢慢靜落嚟啦，但係原來唔會咯。而我今日個 look 咧係戰國時期嘅 look， 但係我想講咧嗰個裝扮咧有啲似我之前喺杭州嘅裝扮啊，個頭，因為杭州嗰個頭咧就一邊咯，呢啲波波龍啦，咁但係咧而呢邊咧就2邊波波龍。咁啊，大家覺得點樣呢？同埋咧，我同大家講，因為我查咗隔離霜啦，過嚟嘅時候，點知化妝師咧就唔俾我搽隔離霜，係一定要咧就用洗面奶卸。
一射嗰下咧就唔小心射埋右眼隻 con 啦。如果我一遮住左眼咧，隻右眼咧係蒙到黐線咯。